红火的中国年，下面呢要为大家献上的是一个苗家的原生态节目《滚山猪》。我们的演员呢是来自贵州西部的一个边远的苗族村寨的孩子们。哎，这我可得说一个幕后的故事。这些孩子们能够赶到我们的录制现场，那真是费尽了周折。这火车啊，一坐就2天2夜啊，然后是坐汽车、坐飞机。5天5夜的时间啊，孩子们终于赶到了北京，赶到了我们的录制现场。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些辛苦的孩子们。滚山猪。